在美国东北地区这边呢，嘛咧做大风势，因的国家气象局12月26是针对5个州发布冬季风暴警报，部分地区哦咧落雪恐惊会积到30公分悬，遮尔歹天就影响到飞行机。12月26暗时哦，有1600座机班来停飞，7400个航班来延迟。纽约州罗彻斯特的机场飞机落大雪，降落跑道，雪花喷真悬。国家气象局针对纽约州、宾州、纽德西州、麻州、康州发布冬季风暴警报。到26暗时已经有1600个航班停飞，7400个航班延误。路面的交通影响嘛真大，气象单位警告用路人，一寡所在一定会出现落雪，阁有米雪冻雨，路面也有可能结冰变真骨。纽约州加纽德西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当局呼吁民众避免无必要的旅行。若是伫西岸的南加州，已经连续3天落大水雨，各地一直传出伫做大水，也阁有土石流的灾情。严重灾情的山区度假胜地莱特伍德受损严重，有车扣待伫土石堆内，土石流也有冲入居民的厝内。目睭看会到的四界拢朝脆石啊、加透明膏啊，敢若较重的家具也留伫原位，其他拢去冲走去。这场大水雨灾情，好佳在到26已经完好，灾民开始清理工园。虽然当地还阁咧失电，不过一间五金行也是开门做生意，通供应居民修理工园所需要的器材甲零件。Today, people are coming in for different items, fire starting things, logs. Wood, propane is a big popular one, tarps. My garage is not looking too good. But I've seen some other houses and I feel goo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. So we're good. 根据国家气象局统计，这场暴风雨伫洛杉矶地区落差不多152毫米的雨量，山区落雨量达到457毫米，地区部分道路甲设施拢互冲歹去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